资本也只有50万的超市公司对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的鸡卵引起质疑。农业部早起公布甲业者的报价单和合约，强调讲业者买卵拢是家己先付款，计销的差额、关税、营业税、管销的成本是由政府来吸收，并无独立业者哦。部长陈吉仲嘛讲，伊准备要告经理委区议甲台北市员齐卡心。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连续几日天攻击农业部，和小公司进口巴西鸡卵。早起农业部正式举行记者会，说明紧急专案进口鸡卵的流程，包括报价单甲合约，强调进口鸡卵得要符合4个条件。真侪业者提出巴西鸡卵的报价，其中超市的计销上低。不过外界嘛咧质疑日本买到的巴西鸡卵比台湾的更较俗。农业部强调，日本是签长期契约咧买两只，当然有差。那日本它开放鸡蛋进口，它完全是做加工通路使用，所以它长期以来就一直都有在进口液蛋。长约跟短约对价格是一定有影响。我们当初在巴西下单，我们是希望短期补足我们国内的缺口。不过，明明就要比介绍买较俗的卵，是安怎个要空运进口澳洲的鸡卵？政府一粒就要补贴32块。农业部长陈吉仲解说，空运鸡卵占整体进口量，会当讲是小小一部分尔。若是扣掉关税、营业税这寡进入国库的金额，整体进口卵平均一粒，政府干那吸收价差1.76块。而且陈吉仲嘛强调，买卵的钱拢是业者爱先出。这个4.78亿就是他先垫的，那他垫完以后。当然，最后畜产会就这个款项给他嘛，所以他有没有拿政府1毛钱？陈吉仲表示，前几天啊，拢优先咧处理风台造成的农业损失，到一个段落才开记者会来公布所有进口鸡卵的细节，强调无道理的问题。铁木师嘛表示，这款业者若拄到鸡卵荒消费，恐惊佫会颠倒了钱。陈吉仲嘛针对进口鸡卵的代志受到责污，点名要告经立委区议甲台北市议员齐卡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